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信仰的学校的第6讲。咱有讲起着信仰的学校有一领制服。这制服有几个性质。咱用讲过灵敏，咱有讲过温柔，有讲过谦逊，有讲过温柔。今日要进入最后一个性质，就是吞忍，还是讲忍耐。原则的性质，拢会当成做咱每一个学习的目标，互咱来亲像基督同款。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我要得到快乐，得到祝福。求主帮助阮，互阮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也小使阮信心、疼心、甲快乐，会通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延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看忍耐这个性质忍耐这个字咱来看中文，这忍就是心肝顶插一支刀。一句话就是讲，这是非常痛苦的代志，表示忍耐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相对嘛有可能是非常痛苦。咱台语的这个爱，这个字叫做疼。疼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爱别人、疼别人，一种是肉体真疼。心肝真疼，若即两个这意思来合做伙，就讲你若心内真疼，去疼一个人，这就是忍耐。所以忍耐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真困难、违背咱人性的一个教导。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互咱这款的指示？就是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去调整咱生命中间的问题。伫希腊文中间，这忍耐有两个无同款的字。第一个字叫做 hupomone， 这个字意思是讲，当一个人拄着困难、拄着试炼、拄着挑战的时阵，伊有缘会当保持坚定安稳的心。意思是讲，当咱的环境毋是真好的时阵，当咱拄着迄个需要面对迄个挑战、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咱要有忍耐的性质。所以圣经中间咱不时会看到一句金句，叫做“独独忍耐到底，的确得到救”。因为咱知影。信徒伫初代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迄外在环境是非常无好。但是早期的这个包含耶稣、包含使徒，因着苦劝这个百姓讲：恁来忍耐，忍耐到底，的确会当得到救。所以这个忍耐有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啥物货？是愿望，就是讲你有一个愿望伫遐。虽然即摆是黑暗暝，看袂到日头，看袂到天光，但是你来忍耐，忍耐过这段时间了，日头总是会出来，总是会当看到光。所以你伫困境中间，你着爱有愿望。咱拢有白听的机会，我伫一冬外前，嘛破真重的病，伫迄个医治甲治疗，甲迄个恢复的过程中间，实在是非常艰苦。即摆想起来是真正非常艰苦。到底是啥物款的力量，互我会当度过迄段困难？其实就是愿望。我看见着护理人员，看到医生。
遐尼用心要照顾我，用尽办法要让我治疗好势。啊，伫因的治疗中间，我看见着望讲，如果我能遵照医生的指示，遵照护理人员的帮助，我的确会当度过迄段困境的时期。所以我有一个望，虽然迄段时间今仔伤害是非常艰苦，但是因为有望，互我能度过迄段时间。所以这是对环境的忍耐。但是咱今仔讲的，这个忍耐吼，这个信用的学校，这制服顶面的忍耐，毋是这里，是另外一里吼，就是咱第二个要讲的，叫做马可苏米亚。马可苏米亚这个字吼，是对人的忍耐。台语汉语本翻译做宽容。现代台语也不能翻译做耐心。这意思是讲，一个人吼，叫别人糟蹋，叫别人藐视，叫别人攻击，但是伊心中永远有平静安稳的灵，伊有迄个能力来反击，有迄个能力来报复，但是伊暂时无爱，伊忍耐掉的，伊无马上报仇。这个字吼，马克罗苏米亚吼，这个字伊是两个希腊字合做伙。第一字叫做 Makros， 第二字叫 Sumos。这两字吼，第一字 Makros 的意思就是讲真长长的意思。Sumos 的意思就是生气。两字合做伙吼，伊的意思是讲过一段长的时间了，较生气。就毋是马上受气，爱一段长的时间较受气。这就是咱常常咧讲上帝一个性质叫做无快快受气，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较受气，毋是无受气哦，是爱经过较长的时间了较受气。这个忍耐的动力毋是望，这款忍耐的动力是疼，就是讲你若有够野的疼。你有够野气力去疼别人，虽然你有力量去报复对方，但是因为疼的缘故，所以我忍耐，我暂时无报复，望你会当改变。所以这是这个字的意思。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这个马克罗苏米亚这个字，对人的忍耐。牧师要对5个无同款的方向。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字。第一个，咱来了解的是忍耐哈。马可苏米亚这个忍耐是上帝是一个标准，忍耐是上帝一个属性。咱来了解，那今仔日若上帝无忍耐吼，咱每一个人就惨嘛，因为咱拢是罪人嘛。那上帝若要对咱忍耐吼，咱马上就爱受刑罚。所以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是一个无快快受气，圣经中间讲不轻易发怒，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性质。上帝忍耐是咱学习的一个标准，大家拢爱做上帝，因为上帝有足大的权力嘛，所以人就骄傲，就想要做上帝。其实无需要大家讲。做上帝是真艰苦的代志，因为伊常常咧忍耐。我过去二十学生的时阵，去一间教会实习，牧师派我去做助理二老师。我迄间教会助理二学生真济哦，但是拢真作业啦。上课的时阵无要坐好，无要坐好定着，嘛无要认真听课。走来走去，撞来撞去，这个甲迄个冤家，这个甲迄个相拍，我实在是讲挡袂牢。迄阵对较无经验嘛毋知要怎对付囡仔囡仔无要听课，我一方面爱教课，一方面爱维持秩序有诶实在是真作业的心肝就想讲这私底下用暴力来解决一下但是袂使呢，我是
是哪生呢？是充满疼的助理老师呢？开当用暴力，无法度，所以就爱忍耐啊。一边方面爱教，一方面开始过较艰苦。我讲这爱来处理一下。所以心肝有两个力量，伫遐咧游来游去。所以大概去实习等于了拢规身躯拢无力咱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受苦的上帝。因为伫上帝本性内底有两项，拄冲突，一方面是仁爱，一方面是公义，这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所带来有的快乐，就是忍耐。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对所有的罪恶、对得罪伊的人，上帝拢应该爱有强烈的反应。伊会生气，袂当容忍所有罪恶的存在。伊是圣洁的上帝，伊无容忍所有的下事，无容忍所有的罪恶，所以伊一定要处罚这犯罪的人。但是上帝同时阁是慈悲怜悯的上帝，所以上帝慈爱去限制伊的公义，叫伊毋通马上发作，毋通马上处罚罪人。上帝会听，限制伊的圣洁，讲一点下事你先忍耐一下，忍受咱罪人的作恶甲过犯。所以上帝就讲，安尼我就找先知起来讲我的心意，讲因做毋对的所在。所以先知每一个先知拢真可怜，伊讲的，伊说人可能听一声就袂记记，还是根本就无要插伊。所以上帝一再找先知来讲，到尾啊，上帝将伊的囝耶稣基督，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考验咱，互咱有机会当悔改。所以上帝就是这两方面，公义甲仁爱两方面伫遐游来游去。所以咱圣经中间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快受气，便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新约提起着上帝忍耐，上界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彼得安尼讲：基督还未阁再来，因为基督阁再来就是上帝生气要审判的时刻啊！可并毋是显示上帝恩慈啦，是上帝宽容忍耐。为虾米？无愿意有一人沉沦，是爱人人拢得到救。所以上帝毋是毋生气哦，有一天一定会生气，就是审判的时刻。只是伊即摆暂时互咱罪人有迄个时间通好悔改，毋望人人拢会当悔改，毋望人人拢会当得救。所以互咱这段时间会当悔改，伊暂时忍耐。所以忍耐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是个标准。当然，咱若要用上帝的标准来学习，确实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所以，上帝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真做咱一个学习的对象，真做咱的典范。耶稣来到世间，被钉伫十字架顶，互咱看出什么叫做忍耐的疼。迄种久长受苦忍耐的疼，是咱学习忍耐的典范。耶稣基督是上帝囝，但却受人凌辱。耶稣基督敢无能力去消灭这个做歹的人？敢无力量去消灭这个逮捕伊、凌辱伊的人？当然有啊！伊互你爱时，伊嘛讲我敢无迄个气力，找见天兵天将落来消灭这个人？但是伊无安尼做啊！伊忍耐，伊愿意忍受罪人对伊一切凌辱。咱这人拢无爱被藐视嘛，连
立委嘛无爱互藐视，国会嘛无爱互藐视。但是圣经中间讲，以赛亚第53章第3节讲，伊被藐视，好亲像被人颜面无看相款，咱也无尊重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处境。人安尼款待耶稣基督，伊无报复，耶稣基督留下因，为因受苦，听候因会当悔改。耶稣基督对门徒用吞论，对大祭司吞论，对宗教领袖吞论，对罗马兵丁吞论，对待定死的人吞论。伊就是常常咧忍耐咱的模样，值得咱学习。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恁若因为犯罪受责罚，会当忍耐，有啥物通夸口的？恁若因为惊神受苦，会当忍耐，这伫上帝看做是通喜爱的。恁受掉原本底是为着安尼，因为基督也歹为恁受这个苦，为恁流落模样。互恁军队伊个骹掠行，伊并无犯罪，喙嘛无诡诈，伊并骂却无应喙，受害无讲威胁的话，只有将家己交托迄个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最后所记的互咱的典范嘛。忍耐疼的模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典范。接续第3项，牧师要大家讲。其实我若讲忍耐，咱每一个拢会当忍耐啊，只是忍耐久、忍耐短尔。有人忍耐较短，有人忍耐较长，有人讲我嘛会晓忍耐3秒。所以忍耐有一个价值，伊个价值在伫恒久。咱知影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听的诗篇一开始就讲，忍耐是恒久忍耐。咱台语的圣经翻译了真好，讲听是熬宽容慈悲，熬啦，爱忍耐偌久，较算做熬忍耐。圣经人讲是爱忍耐到恒久，恒久是偌久？恒久敢是永远？圣经人讲，一个人忍耐到恒久的时阵，很久的时阵，就是疼。但是恒久敢是永远？恒久毋是永远，因为圣经无人讲疼是永远忍耐，毋是安尼。因为咱爱知，恒久忍耐是用上帝本性表达的字。上帝对罪人一再忍耐，望伊有时间通悔改。但是，这是上帝予罪人的一个机会，并毋是表示讲永远会当忍耐，大家夫妇的准无算，毋是安尼。有一天会审判，最后审判的时阵，咱所有的人拢爱家己面对家己所做的选择。所以，咱来明白，恒久毋是代表永远，安尼恒久是代表偌久，爱偌久较算做熬忍耐。是几分钟、几点钟、几工，还是几冬？其实恒久是代表一种态度啦，伊毋是咧代表时间啦。现在中文有本来翻译做“听是坚忍的”，意思是讲听是坚持忍耐，但是无论什么款的情形下面，拢坚持一下。咱敢会记得有一遍彼得来找耶稣，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应该了解伊几遍呢？7遍够有够？因为一般的律比一般的老师来因教讲3遍，爱忍耐人3遍，了解人3遍。所以彼得讲安尼我加一杯，佮加一遍，安尼就有够啊，7遍啊。耶稣来讲，毋是7遍，是70个7遍。恁算术较好的人，算会这几遍？
490遍。其实耶稣毋是咧讲490遍，是咧指一种疗舍的态度，就是爱坚持去疗舍。意思讲，听伫任何情形下面，咱拢坚持一时啊，搁疗舍一时啊。当咱特别坚持袂落去，咱就对上帝讲：主啊，我已经忍耐袂落去啊。对即款的情形下面，我强强要放弃啊。但是上帝，拜托你，互我加一点仔听，互我会当伫即款的情形下面，搁继续坚持一点仔。检查搁过几分钟了，这人就悔改啊。检查搁过几分钟了，这人就改变啊。互我有机会去挽回伊，这就是真实的听，真实的忍耐。所以听伊的价值性是在伫坚持，在伫恒久。这是咱来理解，愿意搁忍耐一时啊。第4项，牧师要心中甲大家分享。因为头前咱也听到遮的时阵，会对忍耐有一个误解。意思讲忍耐，咱就一直忍受落去，所以忍耐甲忍受是无共款的。忍耐是有一个积极性的目的，就是要挽回，爱对方改变。那忍耐就是一直忍受，安尼即个信息就变做信用的模灰，信用的鸦片。圣经咧讲到上帝的本性的时阵，是指上帝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并不是无生气的上帝。所以忍耐的目的就是期待对方有机会通悔改，亲像上帝忍耐咱3款嘛，有咱一段时间阁有机会通悔改。迄是对罪人的怜悯。所以咱伫面对罪人的时阵，咱还有忍耐容忍的心，期待伊会当被挽回，期待伊会当悔改。但是，咱面对罪行的时阵，有人有犯罪行为的时阵，咱来适度的阻止这罪行的发生。比如讲，咱前一阵嘛看见到有发生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当然，这个犯罪的人伊的心灵所发生的代志，咱无法度去理解，可能有真侪困境，所以咱来听伊这个罪人，咱来体谅伊的立场。但是咱袂当讲，安尼好，我忍耐，我互你拄几倒啊，我互你刮几倒，袂要紧，我忍耐，毋是安尼。伫迄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咱来阻止伊所进行的罪行，咱爱阻止伊所做犯罪的行为。所以有真侪勇敢的人，伊就起来阻止，或者悲剧袂过头扩大。咱是听这个罪人，但是咱厌恶伊所做的罪行。所以，如果咱来听头前3项，咱会对忍耐有一个误解。了做忍耐是单方面一直忍受，然后家己较埋怨讲，我的命就是遮尔无好，我的运气就是遮尔无好。这毋是真正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是要挽回对方，是爱对方悔改，停止伊的罪行。上帝找先知来苦劝一些人。佮切克伊的囝耶稣基督为罪人来牺牲，是为着什么？是希望罪人会当悔改。所以伫忍耐过程中间，咱嘛爱温柔去苦劝，期待对方会当改变。最近咱的国会中间充满了乱象，这是公共的事件，甲咱每项拢有关系，请大家一定要关心。但是牧师要甲大家讲，咱一定要详细去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做理性的判断，然后咱来有所作为，互咱的国家会当更加进步、更加好，防止罪恶
扩大，这是咱做基督徒应该爱做的。毋是讲啊，我忍耐，反正4年过了，再来。好，有时阵有诶代志改变了，真困难改倒来。所以，牧师意爱大家替咱诶国会来祈祷，替咱诶国家来祈祷。希望咱诶国会议员真正是为着多无国民诶福利来行使因诶权利，毋是为着谋取家己也是正当诶利益。请大家一定要来关心。所以，忍耐是忍耐罪人。圣经嘛咱讲，假使若你诶兄弟得罪你，你就去探究伊甲你斗阵诶事，指出伊诶错误。所以这是种积极性诶做法。咱赦免这个罪人，忍耐伊，但是希望伊有时间会当改变。最后一项是要甲大家提醒，咱若一直忍耐吼，可能会内伤啦。所以忍耐爱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了赦。了赦是忍耐好朋友。若无了赦陪伴，忍耐就是一种折磨。圣经中讲，咱拄则所读的，讲有纠纷的时阵，爱互相宽容，彼此了赦。主怎样了赦你，恁也爱怎样了赦别人。咱得罪主千千万万，主拢了赦咱。别人得罪咱，可能一点点仔尔，咱嘛爱学习主去了赦伊。伫忍耐过程中间，咱若有了赦，咱会不断心灵被医治，不断领受上帝听的恩典。这是忍耐的好朋友，也是忍耐甲了赦带予咱上界大的好处。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肝，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